大家好，我係嘉嘉，歡迎嚟到環球觀察日記。如果你一直有睇開美股新聞，你應該好習慣 Elon Musk 喺 X 上面嗰種乜都唔怕講嘅作風。但係喺2026年嘅1月29號，呢個世界首富呢，只係用咗一個好簡單嘅字，就引起咗金融圈嘅一陣騷動。嗰日路透社爆出咗一份機密嘅文件，話 SpaceX 正係秘密計劃緊同樣係 Elon Musk 王國旗下嘅人工智能公司 xAI 合併。正當成個華爾街仲喺度估緊到底係真定假嘅時候，Elon Musk 就喺佢自己社交平台 X 上面親自覆咗一個字耶，就係 YEAH 呢4個英文字母。外界呢就當係呢兩間估值過萬億公司合併嘅官方認證，亦都開啟咗一場爭議。點解呢件事會咁爆呢？係因為喺正常嘅商業邏輯之下，你根本唔會見到一間準備係今年 IPO， 每年仲賺緊大錢，會生金蛋嘅我嘅 SpaceX， 會喺呢個臨門一腳咁重要嘅時候，突然之間同一間仲喺度瘋狂燒緊錢，仲未知有冇機會賺錢嘅食錢怪 xAI 合併。呢個舉動喺好多投資者眼中，根本呢就係窮親戚嚟到分身家。不過呢次傳聞之中嘅合併，亦都有支持者嘅，佢哋認為呢個係史上最強嘅垂直整合，想將 SpaceX 嘅衛星網絡同埋 xAI 嘅大腦結合，創造出一個無處不在嘅太空 AI 霸權。但係反對者就覺得呢個咁宏大嘅 big picture 只係一個好聽嘅講法。佢哋認為 Elon Musk 係想趁 SpaceX 未上市之前，名正言順咁樣將呢隻鵝身上面嘅金蛋轉移去餵飽 xAI 呢一隻食錢怪。如果你係 SpaceX 嘅投資者，原本以為係買緊一張去火星嘅機票，依家佢竟然講俾你聽，呢啲機票錢有一半啊，要攞去幫佢買 NVIDIA 嘅 AI 晶片。呢一場左手交右手嘅財技把戲，到底係為咗人類嘅進步，定還是係一場精心策劃嘅割韭菜行動呢？與其爭論太空 AI 呢個概念係咪科幻，不如我哋一齊去翻現實世界，睇呢兩間公司盤數有冇啲乜嘢端倪可以透露到出嚟啦。雖然 SpaceX 同埋 xAI 都唔係上市公司，唔會有一份完整嘅 financial statement 俾全世界睇，但亦都有唔少公開資料可以參考下嘅。SpaceX 呢，依家就係全人類最強嘅生金蛋嘅鵝。根據2025年嘅數據，SpaceX 一年係賺緊大約80億美金嘅純利。呢啲錢呢，就唔係單靠幫人哋射火箭賺翻嚟嘅，而係靠佢嗰套 Starlink 衛星網絡。Starlink 目前喺全世界已經有超過900萬個用戶，每個月穩穩陣陣咁樣袋緊上網費，令到 SpaceX 變成咗一隻掌握住全球通訊命脈嘅 cash cow。喺財經角度睇，SpaceX 嘅現金流穩健到不得了，係一間完美嘅 IPO 公司。但就係喺呢一隻鵝最肥美嘅時候，Elon Musk 竟然要夾硬將佢同 xAI 綁埋一齊。xAI 到底有幾食錢呢？雖然呢，佢啱啱集資咗200億美金，但係 AI 呢個戰場啊，200億只不過係一個小數目。如果睇下佢嘅競爭對手 Meta， 預計未來1年呢就要使1100至到1300億美金喺 Capex 上面。OpenAI 呢亦都準備用過千億美金嚟到起 data center。相比 xAI 每年嘅 Capex 只係區區100至130億美金，xAI 呢其實已經唔算大使噶啦。呢一個吸錢黑洞啊，其實最主要呢係用嚟買 NVIDIA 嘅晶片啦，同埋喺嗰啲超級 data center。Elon Musk 為咗要追過 OpenAI， 佢需要嘅係天文數字嘅真金白銀。呢度呢就有個問題啦，一邊呢係每年穩賺80億嘅賺錢機器，另一邊呢就係每年要燒過百億嘅無底洞。如果呢兩間公司獨立運作嘅話呢，xAI 呢就要不斷同外人籌錢啦。但如果合併成到事嘅話呢， SpaceX 個80億嘅盈利就會變成咗 xAI 嘅燃料。換句說話講， Elon Musk 呢個動作呢，本質上係想為佢呢一個 AI 蒙混一張永久嘅長期飯票。投資者最擔心嘅係呢種泵水嘅行為，會令到原本健康嘅 SpaceX 孭上咗沉重嘅負擔。Elon Musk 面對緊嘅係一個殘酷嘅現實， AI 戰場發展得太快，佢已經冇時間等 xAI 自己賺錢，必須要動用手上面最強嘅資源嚟到救火。當呢筆成100億美金嘅左手交右手計劃仲未正式宣布嘅時候， Elon Musk 嘅團隊呢已經靜靜雞喺法律嘅層面鋪緊路，喺內華達州入面埋低咗一啲秘密嘅線索。喺2026年嘅1月21號，內華達州出現咗兩間叫做 K2 Merger Sub Incorporate 同埋 K2 Merger Sub 2 LLC 嘅空殼公司。呢啲係收購用嘅 dummy 公司嚟嘅，
但係最震撼嘅係負責人名單上面竟然出現咗 SpaceX 嘅 CFO Brett Johnson， 呢點證明咗路透社講嘅合併消息並唔係空穴來風，而係已經有 SpaceX 嘅高層親自落場，計劃明顯已經如箭在弦啦。呢兩間個名入面帶住 K2 代號嘅公司，喺法律術語入面嚟講呢，就叫做合併附屬公司。你可以將佢想象成係一條臨時駁嘅橋，喺大公司收購另一間公司嘅時候，經常會用到嘅法律工具。目的係為咗方便將兩邊嘅資產同埋債務進行對接。而當發現呢兩間公司嘅負責人都係 SpaceX CFO 嘅時候，證明咗呢一次嘅合併已經進入咗實現嘅階段，準備好喺法律台面上面嘅資產大挪移。隨住路透社將呢一份秘密嘅文件曝光，Elon Musk 即將就要面對投資者同埋監管機構嘅全面追擊。呢一次萬億級嘅合併即將會進入漫長嘅法律階段。雖然 Elon Musk 喺法律佈局上面已經行先咗一步，但係呢單左手交右手嘅交易呢，喺法律層面上面依然仲有好多問號。喺法律上面最麻煩嘅一點就係佢同時身兼兩間公司嘅最高決策人。呢種身份重疊係商業法入面叫做自我交易 （self-dealing）， 即係買家同埋賣家都係同一個人。如果呢單案俾人告上法庭嘅話呢，法官就會用到最嚴格嘅完全公平標準嚟到審查。意思即係，到底呢個合併價係咪真係公道呢？個價錢太高就會對賣方有利，個價錢太低呢就會對賣方不利。所以喺程序上面有冇恰當嘅獨立人士去到談判，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之一。如果 Elon Musk 證明唔到佢唔係用 SpaceX 嘅錢去到補貼 XAI， 佢就極之有可能面臨大部分 SpaceX 投資者嘅集體訴訟，甚至乎係步當年 SolarCity 收購案需要面對以年計漫長官司嘅後塵。最終嘅大結局最遲會喺今年6月揭曉。Elon Musk 已經揀好咗一個極之有儀式感嘅 IPO 日子，就係6月28號，佢55歲生日嘅前後，仲要夾埋行星連珠呢個星象奇觀。所謂嘅行星連珠就係我哋平時睇古裝片嘅時候間唔中會聽到嘅9星連珠嘅普通版啫。不過今次呢，就冇9粒星咁多，只係得木星同埋金星呢2粒星。佢哋會喺今年6月尾嘅時候同時運行去到太陽嘅一邊，而且距離係最近。由地球望過去呢，呢2粒星嗰陣時就會連成一條線啦。Elon Musk 想將呢一次史上最大規模嘅上市包裝成為一個全人類甚至乎係全宇宙都會去慶祝嘅盛事。合併之後 SpaceX 嘅目標估值會由依家嘅1.5萬億美金衝到上去2.5萬億美金。呢個數字已經完全超越咗一間火箭公司或者 AI 公司嘅範疇。講到尾啊，喺 Elon Musk 嘅世界入面並冇所謂獨立嘅公司，乜嘢投資者啊、股東啊，全部都要順住佢一個人嘅意思去做。佢明顯就係用緊 SpaceX 穩定賺翻嚟嘅錢去填 XAI 呢一個唔知幾時先至揾到錢嘅黑洞。投資者依家面對嘅係一場前所未有嘅賭局。你買緊嘅究竟係帶領人類走向太空文明嘅入場券啦，定還是係將所有資產捆綁埋一齊，一爆就避無可避嘅燒錢黑洞呢？呢一場 SpaceX 同埋 XAI 嘅世紀合併成事嘅話呢，會係人類史上最大規模嘅資源重新分配。Elon Musk 透過複雜嘅法律部署，將一隻穩健會生金蛋嘅鵝強行同一隻食錢怪獸綁埋一齊。Elon Musk 到底係割緊 SpaceX 投資者嘅韭菜，定還是真係睇到一個其他人都睇唔到嘅太空未來呢？當2026年6月2星連珠嘅時候，答案呢就會喺嗰份萬億級嘅招股書入面正式揭曉啦。最後想問下大家，如果你係 SpaceX 嘅投資者，睇住公司辛辛苦苦賺翻嚟嘅錢俾人攞去填 XAI 嘅氹，你會選擇去告佢啊，定還是繼續相信 Elon Musk 嘅願景呢？第二就係當一間私人公司掌握咗全球衛星通訊同埋 AI 運算嘅時候，呢一種權力係咪已經大到連各國政府都冇辦法監管佢呢？第三，你對於呢一次合併係睇好兩間公司可以產生神奇嘅化學作用，令到1+1大過2，定還是係覺得呢個只不過係一個遲早會令投資者輸身家嘅陷阱呢？歡迎大家喺呢條片下面留言，講下你哋嘅睇法啦。今集就嚟到呢一度，如果你都想支持呢一個用廣東話講下科技新聞同埋美股分析嘅 channel 呢，就記得 like 呢條片、subscribe 同埋 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睇啦。我哋下條片再見。